今年9月有一台罗宾逊这个 R22的这个直升机呢，伫淡水市区伫违规飞行，事后直升机的所有人一个姓陈的查甫人，和地检署起诉。直升机被没收，不过姓陈的查甫人主动甲检察官提出愿意将价值6、700万的直升机捐予学校来使用，校方呢再去举办这个捐赠仪式。学校这包括这学生啦，看到这台呢价值遮悬的直升机，拢真欢喜。 坐起这台价值6、700万的直升机，后尾科技大学的学生足欢喜的。坐上来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很棒，新的又多，新的日台又可以多备东西。很少有像这么新的吧？对啊，很少。这台直升机不是学校开大钱买，是一个陈先生捐的。因为陈先生伫咧今年9月，去民众看到驶这台直升机伫咧淡水市区飞。 不过，尾啊，民航局发现这台直升机唔但无飞行证，过来嘛无人有R22的飞行执照。陈先生去地检署起诉，直升机目方没收，本来要报废。不过，陈先生主动向地检署讲，愿意把直升机捐予学校。当事人他之所以愿意做捐赠，除了能够换得一些或许减刑的豁免之外，更重要的是他相信捐直升机给学校是一个多赢的一个结果。真的非常感谢他，他也同意在短时间 里面呢，来担任教学。学校讲 R22算是轻型的直升机，在咧国际上真受到飞行者的欢迎。未来这台直升机会提供予飞行器的工程系研究零件甲相关结果，予学生会当愈了解即卖航太产业。